看这里，挖掘机正在挖的是金丝楠阴沉木，这可不是棺材板，就是金丝楠阴沉木经过泥石流或自然灾害埋藏在土里边形成的阴沉木。今天用这块料来做一个茶盘，雕刻的是荷塘夜色，保留天然的自然边。金丝楠阴沉木自带香味，古朴自然。为了能闻到金丝楠阴沉木的香味，所以茶盘做好之后只盘面上清切，其他保留原木。接下来看一下茶盘制作过程。